孫仔，你知唔知我每次望住維港都會諗起碗餐蛋麵啊？餐蛋麵同維港有咩關係啊？關係好大㗎，因為嗰陣時你爸爸出世，香港淨係得一條海底隧道過海咋。咦？點解咁香味嘅？係啊，我哋船上面有賣餐蛋麵㗎，要唔要食翻碗啦？食完碗麵，望住個海，個人都冷靜翻晒。係啊，咁樣先可以面對人生難關㗎嘛。我哋汽車渡輪喺1933年已經開始為香港服務，每日都幫香港市民過維港，咁樣先可以一齊成長㗎嘛。呢個海，仲幫我過埋個人生難關，多謝晒你哋。我知你掛住以前坐渡輪嘅日子，而家你可以日日見到佢啦。汽車渡輪積木模型，承載夢想，啟航未來。